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夏天躲在这深山老林里面玩水，简直是太享受了吧！这个地方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熟悉了。这几天刚下过雨，瀑布的水流量还算是可以的。这里的山水它是流动的，所以呢，水温非常的解暑。以前它这里没有拦住的，就是我们可以从这里跳下去的，现在拦住了。过了桥要从这个路口这里上去。走了，去玩水了。垃圾还是挺多的啊。观音山这边玩水的，它的水是可以的，但是就是垃圾比较多。哎呀，把车停好之后了，走2步路就到了，不算很远啊，2、3分钟的事情，就可以来到这个瀑布这一个位置了。现在很多的露营点、玩水点，只要人气一旦火起来，后期很多都变成有人收费了。今天的这个地方目前还是免费的，所以大家过来玩，垃圾不要乱扔，大家共同保护好这里的环境。观音山这边的水了啊，非常的清，而且很透心凉的那种的啊。夏天的话呢，很多人专门过来这边玩水的啊。等一下我们也下去游泳了啊。好，換衣服啦，來吧。嗱，做人啲嘢咧好簡單嘅啫嘛，就咁開開心心又一日噶啦。人生俾你活到100歲啊，都只不過係得個3萬零日嘅咋。所以我就好簡單嘅啫，點樣開心就點樣過，將自己嘅圈子縮細，將唔中意嘅人咧拉黑佢，往後餘生咧淨係取悅自己嘅啫。想好似我咁自由咧，其實就好簡單嘅啫，慾望咧就冇咁多，槓桿咧就少玩啲，有幾多能力就做幾多事情咯。其實好多人認為咧，我要有咩先至係幸福，譬如啦，有車啦，有樓啦，有錢啦，有權啦。其實真正嘅幸福係冇啊，兄弟，無憂無慮，無災無難，無病無痛，呢啲先係幸福啊！有嗰啲呢係俾人哋睇嘅啫，有幾多開賓利揸波子嘅老闆瞓唔着覺，你又知唔知道啊？其實真正嘅幸福係冇啊，冇呢先至係屬於你自己嘅。所以呢，我成日同身邊人講嘅，想要自由啲呢，你就唔好要咁多嘢。當你真正放得低，你咩都唔要嗰時，其實成個世界都係你嘅。好啦，視頻嘅最後呢，我就飛個無人機喺下游呢度飛翻上邊瀑布嗰上邊，俾大家睇下呢度嘅環境。因為呢，有啲朋友仔呢確實係冇嚟過嘅，咁呢，我就一鏡到底啦，等大家更加之直觀咁去了解下，睇下呢度嘅環境。導航定位呢，你就搜清遠觀音山瀑布就可以嚟到呢度噶啦。廣州出發過嚟呢，就個零鐘車程啦，唔會話太遠。呢度呢，玩水呢，亦都適合帶細路哥過嚟啦。其實呢，視頻呢，大家都可以睇得到啦，一路上去有幾個氹仔呢，都幾適合小朋友玩嘅，因為呢，水唔會話太深啊。但係呢，帶小朋友嘅家長呢，都係要留翻個心眼啦，因為出嚟玩安全第一啊嘛。鏡頭一路上到嚟上邊呢個大池呢，就係最多人噶啦。依家熱天到處都爆晒棚噶啦，冇辦法噶啦。更何況呢啲唔使錢又咁舒服嘅地方，係咪？依家咁嘅天時去海邊玩，曬到你甩晒皮啊！所以呢，熱天呢，我都係中意揾啲山水嚟玩嘅。好啦，多謝大家收睇我嘅視頻，呢一期呢就到呢度先，我哋下一期再見啦。